萱萱小姐，请问你有偌介意迄个李正达先生？萱萱，你有愿意跟我做伙无？我想要保护你的49天要用完啦，剩5天，你大家都要转来。什么对你等伊？你咪看我某根本用拍走伊啊！我顶！看我来收你！是讲白见爱我倒来，你希望我改变什么？我准备想办法等你萱萱身躯边。即摆就伫遮公开，你看我的手行出去，敢唔敢？你莫安尼好无？你搁一点仔时间给我好无？爱偌久？爱偌久应该问我。你就是最近犯小哩，犯小就是犯着你，我手办去。我手咧无？外面，你是要走去倒啦？今日向龙边想要为遮离开啊！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汽车49天，公司台语台。